今年第20号风台潭美，目前伫咧菲律宾东平海面，会继续行向西平。拜四扫去吕宋岛了后，会往南海去北来台湾。不过台湾的这风台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这方面北部甲东半部要注意上大雨，若西半部风嘛会真透。伫菲律宾东平海面的潭美风台，当以每点钟1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咧行。气象署安顺风台会伫拜四登陆菲律宾的吕宋岛，时间嘛是离台湾相对较近的时间点。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、东半部的地区，佮有恒春半岛，拢要注意有局部大雨甚至大水雨。东北季风南下的时候，如果在吕宋岛或者是巴士海峡这一带有台风通过的时候，东北季风跟台风外围环流的东南风会产生符合的作用，再加上地形的影响，容易在我们的北台湾跟东台湾的部分有显著的降雨。风台渐渐接近进前，拜二下半部开始到拜三，东北季风搁再增强，就为基隆北海岸、东北部甲大台北山区带来局部大雨，宜兰的山区爱细致大水雨。拜四开始，东北季风甲风台的外围环流交互影响之下，这方面雨势是较剧烈，北部宜兰花莲的山区继续落雨，并且有大水雨以上等级发生。拜四到拜五也是落雨上严重的时阵。降雨在迎风面会累积，那礼拜四就会是影响最大的一天。西半部的话，可能就会是风部分，台湾海峡这一侧的话，风力会明显的加强。专家分析过，因为太平洋和阿贝势力比预报更加强，所以甲风台杀向菲律宾的方向，继续向西行。了后进入南海，按算拜六礼拜开始，台湾就恢复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形态。这方面的地区有关有局部低渐阵雨，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好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